继续咱我来看日本。日本这个寒人落雪量是真惊人。伫个新宿、石川、中野、甲广岛等等的所在，这个挖日本海的所在，这礼拜落雪情形是持续破纪录。伫个出雪场的积雪上悬有甲7.2公尺悬，毋但清理这个雪工课，互当地居民海惨，嘛传出袂少交通的意外。 位北平的北海道到我日本海的新宿、石川、长野、广岛真侪所在，连续落3礼拜雪了后，拢无停来现象。石川市出现5公尺深的积雪，关渡拢到2层楼建筑的厝顶，人口第二大城大阪24也号白雪砍掉咧。另外，山区的出雪胜地，亲像是藤泽，阁是弯弯的积雪，互非热带国家来旅客是真惊喜。 Snow is piling up over here. I think first time seeing snow in my life, so I think it's an amazing phenomenon. I think. 这场被叫做日本史上上强寒流的暴风雪，落雪量真惊人，真侪都市陆续拢出现破纪录的积雪。山形县美籍的出雪场出现破纪录7.2公尺深的积雪。过去这几年，其他国家的出雪场也无出现安尼纪录。 Last 2 days, I've been in this ski resort. It's full with snow, and some of the lifts even couldn't operate because of the heavy snow. 来真侪外国游客，算是算甲是笑嗨嗨，毋过对当地居民来讲，每日醒过来都要面对非常好时的潜雪渡雪，实在是真艰苦，特別是有年回人。半分以上が55以上だろ。私の年齢では機械でも何でも、今日もやったんだけど、秋全部ね飛ばしたりなんかしてやってんだけど、できない人も大変だよね。できない人がかなりいるから。 日空交通系统也受严重影响，因为大雪引起的封路，真侪交通意外。气象厅提醒大家都要注意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